立委黄国昌也康讲，总统蔡英文捌和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哲来敲 NCC 的真诉案，总统府是已经否认啦。NCC 的主委陈耀雄嘛讲伊无清楚，若讲这真诉的部分引起关注，早起立法院是针对假电视的证据表决通过，要求 NCC 要伫3天内提供相关的资料。民众党立委黄国昌顶一日也出来讲。总统蔡英文甲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敲 NCC 人事，去总统府访问了后 ，NCC 主委陈耀雄今仔日做出回应，伊讲伊并不清楚。这我不晓得，我也是看报纸才知道这个事情。那所以关中天也是蔡英文敲出来的吗？我刚才跟你讲说，我们不晓得这个事情，也无从评论起。那 NCC 人事案受到关注，立法院甲交通委员会再去进行假电视新设、甲后续争议、甲调阅专案小组会议。总计买7票赞成，6票反对，表决通过提案，会发文予 NCC， 要求伫3天内要提供假电视相关的资料。是法律案、预算案、条约或是其他的重要事项才会有所调用去的问题。那我们就会跟这个立法院沟通。那如果我们也尊重立法委员的监督权，这些资料如果说立委认为有需要，那我们可以再讨论要怎么去处理。其他的话，我们就是依照宪法规定去处理。总统蔡英文再去参加台大国际政经学院揭牌仪式，因为你们将来有希望成为总统，我相信，我们这个国际学院将来培育的人才，不只是总统，而是全球性的领导人物，不仅是在政治，在各个领域都会是一个杰出的领导人物。台大今年2月份得到教育部的核定，设立国际政经学院，会培育下领域政经方面出色的人才。也若总统蔡英文卸任了后，敢会来教册，嘛引起讨论。非常希望总统可以来演讲，可是总统不会来这里担任教授，延揽一位国外知名的学者来担任我们的院长。我们这个聘任还是要经过一些委员会的审议才能做。台大校长陈文忠表示，会邀请蔡总统、企业界、甲国际级的学者来办讲座。后续的规划会邀请国际学者，经过相关的审议流程了后，来担任院长。按照明年9月份就头一批硕士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